欢迎收听阿德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话故事是以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的历史、风俗民情。希望我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工商服务时间，今日节目伫咧台北专业的录音空间录播课来录制。录播课是由一阵包含着新闻主播、导演、美术设计、创作歌手、网络名人所组织的专业团队。不管是 Podcaster 也是 YouTuber， 只要你有创作的需要，拢会使甲因直接联络方式，就写伫咧说明区，互你做参考。来，我小迪先请这个咱今日来宾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大家好，我阿美族的名叫做纳狗，阮阿母是拢叫我阿娇，因为我台语的名叫做林，国语字的名叫做林淑娇，阮阿母拢叫我阿娇，我伫咧花莲丰滨港口阿美族的部落做阿美族的迄落学习员，已经8年本身我的翁婿是丰滨港口的阿美族的人，我有3个囡仔。所以那是自我介绍来的，所以伊嘛拢族语拢无问题，因拢无问题。我有听讲，阿美族迄个阿美斯的迄个发音意思是北平，是毋是？对，无毋对。阿美族事实上是安怎称呼家己？
其实亲像拄兰啊，个拄你遐阿美族，因拢是自称阿美斯。苏米恩。嘿，我知影。苏米恩伊就讲伊是阿美国阿密斯国吼。伫遐以北，差不多是拢阿美族的人拢自称班扎，就是人的意思。班扎。对。但是咱都要讲阿密斯本来即个词是北边的意思。对。但是当时住南边的人讲家己是阿密斯，住较北边的人讲家己是班扎。这我都无了解，因为我毋是拄兰遐的人，所以我无法度为因讲啥物。毋过我知影苏米恩真确定伊家己讲我是阿美国阿密斯。伊讲班扎还是北边遐人啊？确实的状况是啥款，我毋知。但是就是有两款，目前主要有两款，即款称呼家己的方式就对啊。对。那阮要称呼，那一般咱是称呼阿美族人时，咱是讲阿密斯阿美族就会使，还是讲对无共关系，咱的讲法的叫法无共款。比如讲，你若华恁的阿美族，阮是叫伊阿美族人，还是叫伊爱叫伊班扎，还是叫伊啥较好？你会使拄着伊的时阵，你也讲请问恁拢是自称啥物？我感觉会使询问伊。我安那称呼你，对。有的人讲伊家己是班扎，有的人讲伊是阿密斯。就是根据伊家己的需要就对。我感觉根据家己的需要。我真趣味啦，因为咱确实对于原住民族的文化无一定真正遮了解。我讲台湾真济真趣味的是讲真有深度的真济文化，咱无一定拢遮熟悉无一定遮熟悉。所以像之前我因为一个合作，我嘛捌做过一个噶玛兰，就是噶玛兰噶玛兰人的即个故事是因的传说故事啦嘛过去捌做过台中巴仔族是为台中迁徙到宜兰的故事。宜兰其实虽然是咱讲噶玛兰人过去所住的所在，但是伊嘛有毋是原住民的原住民伫咧汉人以后来的，有一寡历史故事真济历史的过程安尼。但是讲实在，我大部分伫做甲故事有关系除了访问以外啦，甲故事有关系，其实较无机会去接触到原住民的故事。一来是咱对即个文化若无够了解，我定定讲我惊会造成误会，或者是一寡较无好刻板印象。若是伫咧故事内底补毋对去，其实对人足无礼貌的。这是我特别爱注意。第二是有当时有一寡语言还是文化的深度，咱家己无够了解嘛，毋敢凊彩讲。所以有即个机会，今日邀请你来咱来开讲一下甲即个阿密斯有关系的代志，我真欢喜嘛，真荣幸本身我是汉人我是爱先讲，所以我是先注明即点只是讲我去到阿美族的部落已经生活24年，所以嘛毋是讲无了解，毋过若有当时部落的人因是真了解我，毋过有当时我若伫外口随便讲我是代表阿美族，我感觉安尼嘛毋对。我是应该是讲我是一个阿美族的新妇，住喺遐24年，我所了解阿美族。那无紧若大家有啥物意见，讲迄阮翁讲的。阮翁阿美族安尼会使无？大家都无意见有啥问题找阮翁安尼较紧啦。因为你目前咱即摆找你来，当然主要是有即个牧主计划牧主计划，但是咱后壁较晚讲，但是会有即个牧主计划去上主要是你有一个叫做这是咪叫做 Damulrak？ 对。是安尼念嘛 ？Damulrak 对。Damulrak 对，迄个爱 rak。对，因为较早捌小可学过一撮西班牙话，所以就小可会晓发即个音Damulrak 即个字是金瓜的意思对无？南瓜金瓜，即个共学园啦共学园。对。像其实台语嘛有台语的，像母语家庭应该会组成一个共学团像即款的会共款的意思。那即个共学园Damulrak 讲共学园拄开始是安那要创立即个共学园？差不多2015年的时阵我本来是伫国小做老师，差不多是伫2009年的时阵，我去宜兰。慈心华德福华德福教育，我感觉我认为即款教育会使带入去，互
部落的人熟悉，我感觉即款家己无固定课本的即款教育方式真适合部落的人来了解，所以差不多在2015年的时阵，迄阵啊，我就招一阵迄个部落的妈妈爸爸讲，咱即马2014年迄自学实验三法迄个条例通过，会使家己办，你会使家己自学，无一定爱行体制学校，无一定爱去学校，我就考大家讲，你要试看觅无？讲我会当用全母语，全部拢阿美话的方式来教幼稚园。迄阵啊，就是2015年2月开始，就是伫阮兜，真简单的方式，就是互大家看一礼拜，完全7-8点钟，伫学校，就是伫大家斗阵的时间内底，拢用全阿美话的方式。但是你拄开始先来想要用全族语的方式来成立者，因为你去学咱讲华德福吼，你若伊的发音啦，我感觉用台语念起来较像乌豆腐，乌豆腐，乌豆腐。但是伊本人毋是用做即个名，这毋是一个人名哦，伊人名是 Rudolph 吼，是老豆腐。对，大家好记啦吼，方便大家记住啦吼。就是即个体系其实伫德国有一个系统叫做人智学嘛，人智学吼，人智学。那你学即个物件，要想那先来想着讲要来应用伫咧即个。母语教学内底，你作为一个，其实你是汉人身份吼，咱先莫管讲汉人即个名对毋对吼，毋管，就是你来到一个非原住民的身份来到阿美族的生活的空间，那甲因做伙生活了，你先来主动想要去甲因讲，咱来办学做一个学校是互囡仔会使学习母语，这甚至这毋是你的母语咧？毋过是我的囡仔的。是我灵魂灵动的母语。我感觉吼真趣味啦，就是我伫差不多1998年的时阵，我去到花莲港口。我拄仔开始是伫遐伫做国小的老师。我结婚了后，我认为爱互囡仔有一个认同，所以我伫厝诶拢甲囡仔讲阿美话。我感觉学校诶囡仔呢，实在讲真可怜。因呢学一寡迄不管是国语啊，还是数学啊，还是社会自然即寡科目啊，其实甲因诶生活根本拢无关系啦。所以因伫学习的过程当中啊，其实常常就是互老师感觉讲，你这拢教袂晓，你是毋是你是毋是发展伤慢啊？还是你是迄落阿公阿嬷带啊，所以拢教袂晓啊？就是足侪咱国语讲或者标签，台语安怎讲？就是拢讲即寡囡仔应该是就是教袂来即寡囡仔。毋过我。因为伫部落生活，我真深了解是迄寡教材无适合因，所以我就一直去想讲，到底是啥物款教育才会当互部落的囡仔有家己的自信。那假使讲，若干那我3个囡仔会晓讲阿美话，因大汉要甲啥人讲阿美话，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过来就是讲，即寡囡仔若无够了解家己。你会看到因实在是无家己的自信甲自爱，伊要安怎去爱世界？这是你伫教育现场所看到的问题，所以你就一直想，我就一直想讲，到底是啥物款的教育会使改变即个情况，会使互部落的囡仔有自信，有会当爱家己。尾啊，我就熟悉。老豆腐哦，挖豆腐，乌豆腐的，这个系统，我感觉，我感觉甲部落的信仰是会使结合做伙，身心灵，身心灵安怎讲？我感觉有足无共款的教育的哲学，人智学，我感觉甲一般。
我所了解的迄款迄落传统体制下的教育是无相共款的。教育哲学我感觉是足无共款的。伊相信人有一部分你会当喘气，是因为你有灵魂，毋是干那肉体尔。是。我感觉即款信仰甲咱传统的民间的信仰，也是迄落阿美族即款信仰，我感觉是真接近的。我安尼讲，敢若逐个若无去熟悉人智学，会想讲伊是啥物款。毋过伊讲的正是身心灵合一的教育。所以你才想讲，甲即个物件发展来，而且嘛是等于讲你伫观察到讲部落的囡仔拄着教育顶悬的问题，其实遐学的物件，甲伊的生活，甲迄个土地拢是长离的，是无直接关联的。对啊，这就是长期以来，你看着讲啥物为什么原住民伫咧考试的时阵会使加分？即个加分的问题一直到即嘛拢搁伫互讨论啊。我感觉这是世界的少数民族现况的悲哀，就是伫咧主流的文化内底，因就是其实慢慢地老失。台湾社会嘛是共款啊，台湾你讲的啥物八仔族啊，还是迄因嘛是北部族的问题，北部族的问题嘛是一直消失，一直无去啊。咱会感觉足可惜的。假使世界文化若是行向一个大家拢相共款的，安尼毋是人生一黑白，足无聊的，就是足无聊的，无趣味，无彩色啊，所以应该是搁较侪款，搁较侪种色彩，安尼大家就会看到即个世界会缤纷甲美丽。你有啥物甲人无共的所在，才是你会使是你的即个条件嘛？台湾，比如讲咱讲台湾，甲其他国家无共款，咱到底也无共款。咱有咱家己除了台湾台语的文化，你有原住民族无共款的民族无共款的文化，无共款的信仰，迄才是迄个多元性。我想这是台湾真重要的一部分。对啊，这就是咱即个岛屿上界水的所在，就敢若一只蝴蝶，遐尔侪色，安尼才会当互人看到叮。这就是台湾。对，就是所以因为这个起心动念，所以你就创办这个 Damrock。起心动念就是我感觉台湾美丽文化应该多色彩。因为你人是伫咧阿美族的部落，所以你就是用这个所在来做出发点安尼。而且我伫遐拄啊开始，我就感觉讲这个文化足遮尔美丽，那因为教育的过程，囡仔无法度了解家己的文化是偌尔水。如果教育无法度互囡仔好好学习，安尼是教育的毋对，毋是囡仔的毋对。当然啊，所以咱去调整教育的方式，比如讲除了体制学校，当然咱毋是讲体制学校，也是体制教育都一定拢毋对，体制有伊体制的需要，但是有搁较侪无共款的人，适合无共款的教育方式。是我感觉，教育的选择，敢若菜市啊伫买菜，我会使选即款，我会使选迄落无全农药，我会使选迄个较肥的。我感觉是一种选择权是伫家己的身上。伊应该是一个自由的市场，互大家来选择。对，你袂使讲我敢若提供剩一项尔，无别款通个选。买爱买太。系啊，所以伊本来就是一款选择权，所以既然是选择权，就爱有够侪的款，互大家选择。市面上无要紧，我家己做。所以你就做一个教学出来安尼。对。伊是安怎发展成教学？你最开始讲你讲教一寡家长啦，吼，就考我来讲，无咱来做一个建有一个系统，法规嘛过啊，吼，法律嘛会使啊。对。咱来做一个教学，吼，来教咱的囡仔用即个全母语的方式，吼发展出来。迄个时阵，就已经有想好、设想好，我要成立一个做强学堂这样的组织，还是讲先做甲国讲。迄阵，因为我1909年熟悉乌豆腐教育的时阵，我就感觉这就是一款菜，应该爱互部落的人选。是。2015年的时阵，就是因为教育部讲这个菜拢会使捧出来啊，你会使做的对啊。所以我已经准备好啊，我知影即款菜啊，我就甲即款菜捧出来，你会使选的。因为我
自生囡仔了后，我就一直甲我的囡仔拢讲阿美话，啊，所以部落迄寡少年的妈妈爸爸因嘛有看着，因就讲啊，即个台湾的媳妇，伊的三个囡仔遮贤讲是阿美话，啊，阮的囡仔嘛是，伊是毋是会使来试看觅？所以有影响一寡家庭，因伫厝诶嘛是囡仔生出来，因嘛是用阿美话甲因讲。变成母语家庭。对，啊嘛是有一寡家庭虽然做袂着，啊毋过因嘛真希望因的囡仔会当讲阿美话，所以就逐个苦苦做伙。啊，迄阵啊，较开始是就是逐个每一个爸母拢有即款的想法，所以阮就讲好，安尼咱来开始。所以其实拄啊开始的时阵，嘛毋知要安创，毋是毋知，我的想法真简单，就是讲我知影即款教育方式，我无所谓的爱纳钱啊，啥物拢无即款观念。我就讲吼，逐个爱食饱，啊，就是每一户拢轮流摕菜来。爱食饱，爱有人来煮菜，家长有闲轮流来煮菜。尾啊，家长愈来愈无闲来煮菜，我讲无即嘛，咱请一个人来煮菜，爱付钱互伊，付钱爱小可有所谓，所以我就去想办法去找拄啊开始的即寡足简单的认识即付薪水的问题。所以就是安尼开始，啊，家长就斗用教室啊，爱啥物斗3工，因就斗阵来。所以为拄开始是一个想法，大家斗做伙来做，到慢慢啊，伊开始愈来愈有一个规模，是组织了，大家就开始想讲，你比如讲煮食的人爱负责，可能爱有人负责煮的问题，有人负责教育的问题，有人负责开始爱分工合作啊。那无用的人可能嘛需要，反正我外口有头路，无法度遮济时间参伫遮，可能我就爱有费用，我爱交一寡费用，互大家会使运作。费用嘛是交足价啦，大部分拢是去募款。你拢是用募款为主吼。所以其实这是一步一步发展来就对啊啦。听起来是安尼吼，为有一个想法开始安尼。目前咱即个教学园的规个情形，你感觉运作起来啥款？大概有偌济学生啊？幼儿园有12个，国小目前有14个。阮就是逐年少子化吼，大概是愈来愈少。阮是愈来愈济，愈来愈拓展，愈来愈济家庭开始嘛，应该会愿意去想起来讲母语其实必须要留着即个问题。搁一个就是无共款菜的选择。即2年开始有迄落毋是阿美族的人来选择。走去恁遐学。因为就是我讲的菜啊，无共款的菜啊。但是伊毋是阿美族人。毋是，毋过伊介意即款菜。这真特殊咧，因为譬如讲以我家己来讲，我厝内就是袂使讲专业讲，阮本来就是讲台语的人，我可能袂想着讲囡仔送去其他的，比如部落去学其他的族语，毋是学我家己的母语台语，所以因对即个教育方式可能有真侪因家己的想法，也是一寡。对，我感觉就是教育的菜，但是这是一种无共款的菜，这家长想要即款菜。搁另外一点就是讲，咱有当时来讲，你的囡仔去学英语、学法国的语，世界各国的语言安尼。意大利的语言，你感觉你的囡仔学法语，哇，遮尔特别咯。结果你就讲，我的囡仔去学阿美族话，大家心态就是讲，是安那。咱会去学阿美族话，我感觉这是一种足奇怪，是。其实加一种语言，就是加一种工具啦。是。你会使用这款语言去了解无共款的文化，无共款的。所以我感觉这款家长真巧，因为囡仔自细汉无共款的语言，其实对囡仔的内在是有帮助的。咱讲一个较现实的，就是
其实大脑囡仔吼，自细汉即个红影开始，大脑开始伫发展的过程当中，真侪科学研究嘛，拢有证明讲，其实听过愈侪款无共款的语言甲声，对于大脑的即个发展会更较好，因为伊对无共款声的感受袂夹做伙，就像真侪发音，咱过去定定讲日本人纯日语的环境吼，单纯敢若日语的环境，伊对一寡发音，比如讲因内底本身语言内底无的发音，伊无法度分辨，伊无法度分辨出来，比如讲 L 甲 R 的差别，伊就分辨出来。那纯台语讲实在嘛有拄着即个问题，因为台语内底共款无卷舌音，无讲即个节音。但是你若生活环境即侪款，你逐项都会，伊迄个神经元，讲神经元啊，神经元伊就是会分开吼，伊袂夹做伙，无变共一款，你就分袂出来。你听起来拢差不多，但是你若愈幼路分甲愈细记愈出去吼，其实逐个伊对语言的敏感度会较悬。日后要学其他新的语言速度嘛，会较紧，伊的语感会较好。我感觉不止学其他语言，伊学啥物款物件，应该这是科学解释。但有愈来愈侪伫讲即件代志啊，互大家知影讲，其实莫干若专注伫干若一个语言内底，无啥需要烦恼囡仔语言的切换。我感觉嘛是安尼，因为我较早我的囡仔伫厝诶，我是全部拢是阿美话啦。伊去外口，伊自然我根本就无教迄所有华语啊，华语。伊出外口，伊嘛是笑笑叫，笑叫啊。对啊，因为外口环境有伫你根本无需要烦恼讲，以后若袂华语讲袂，你会烦恼即个问题。根本就无华语无认同诶问题。是讲我伫看恁教学园的即个影片吼，我有去 YouTube 顶管小看者，我发现一个现象是讲，真侪拢是妈妈伫主张的是妈妈伫决定要互囡仔来读即个中学园，所以我毋知，因为阿美族是毋是伊是母系社会，敢是安尼？即个问题，我感觉应该是无啥物关系。我感觉真有可能是爸爸妈妈拢有伫参详，只是敢若出面来甲迄共学园斗相共，大部分拢是妈妈，大部分爸爸可能你应该拢是去食头路还是啥物，毋过需要斗相共的时阵，迄爸爸嘛拢会出现啊。因为我看起来是款感受讲，是毋是阿美族真正是女性伫咧决策，就是讲决策，或者是伫做决定的时阵，伊有较大的即个无一定啦，即文化的差别。比如讲那以传统汉人的社会，可能男性整体来讲较占优势，咱莫讲一定绝对，但是整体来讲可能较占优势一撮。但是咱知影讲阿美族敢若主要是母系社会嘛，所以即个物件是无影响。你家己观察是无影响。我感觉观察起来应该是无。一般家庭生活咧。你到底以恁兜来讲？以阮兜来讲吼，迄个爸爸的角色，敢若是较无伫教育即块，较是甲囡仔耍啊啥物，较是教育方面是以你的决定为主。以我的决定为主。即个妈妈公主。差不多是安尼。这是我观察到一个现象，当然嘛有可能是因为像你讲的，因为因平常时是妈妈来斗相共分工的关系嘛，有可能。这是我希望去想到这个物件，我感觉真趣味啦。其他的家庭，我感觉较无即款阿美族的家庭，以母亲为主即款。当较无即个现象，较无即款现象。文化嘛有做一寡转变就对啊。对。因为时代嘛无共款啦，是讲你中学园的遮个囡仔因一工大概我一工自早起开始嘛，一直到下晡几点？下晡4点。到下晡4点这段时间，因主要有啥物代志爱做无？互大家会使理解者，比如讲，因要创啥，几点大概会做啥物代志啊？因是学啥物物件像这呢？若是幼稚园方面吼，因差不多其实是9点、8点半就才开始来。毋过你去拢是伫算，一直到差不多10点左右，老师才甲因考来。这段时间你伫学校就是甲其他的同学做伙开讲啦，做伙算安尼。树仔卡算啊，刀仔算啊，拢会使啊。因头你去就是算，算就是囡仔的学习甲工课。社交嘛是一款最重要的代志。伊就是对算内底去学物件，所以你去就是开始算到差不多10点左右，老师就会唱歌唱阮咧内底一个、两个、三个囡仔，阮迄个故事册内底嘛有迄本，是老师就唱歌甲因考来就开始
根据春夏秋冬，那互因一寡歌，也是迄落佚佗物啊，佚佗的迄落念谣，所谓念谣，就开始即款甲母语相关、较有关系的课程。刷落来就是拜一甲拜五就是无共款，有当时会做迄食的，有当时就是画图，有当时就带出去外口散步。拜一甲拜五安排无共款，搁刷落来就是讲故事啊，用阿美话的方式讲故事，刷落来就是食豆啊，食豆了就是困起来搁佚佗。幼儿园差不多就是安尼安排。困醒了下晡主要嘛是佚佗时间较济。对，嘿，乌豆腐就，嘛是拢安尼哈。乌豆腐教育，伊认为囡仔主要的学习就是佚佗，伊对佚佗内底会发展真侪伊家己的学习，所以伊有足侪时间是伫家己佚佗。若年岁搁较大一撮咧。若是进入国小吼，因的学习吼，就较无共款，就是有所谓的语言啊、数学啊，还是其他阮所安排的迄落河、山、田、海，四个季节有四款用家己的身体去学习甲部落的迄落耆老，也是阮所邀请的迄个自然引导人，伫国小的课程有较侪即款的课程安尼。伊会带因去倒？河的部分，阮遐南边就是秀姑兰溪，所以阮就对秀姑兰溪水系开始去熟悉，亲身去甲遐。知影秀姑兰溪边仔的生活方式，咱的生活甲即条溪仔、即条河的关系，去到秀姑兰溪的中游，个顶头迄山顶遐是布农族，就是安尼，逐年拢会搁较深入，搁较无共款。秋天的时阵就是河，冬天的时阵就是山。就是熟悉家己附近的山，甲伫山顶，冬天的时阵甲山的关系，就是拍蜡。恁会去拍蜡？阮会带囡仔去山顶。嘿。真正会去拍蜡，是体验了解啥物都拍蜡。会讲啥物是拍蜡？确实无毋对，阮会去教囡仔性命，甲性命之间的关系，毋是单纯讲。我拍蜡是要掠着一只啥要摕来食尔。咱会去讲，较早拍蜡，其实伊嘛是安尼，就是性命交换的观念，就是讲咱人若要活，其实是靠所有即款物件攻击咱所有的，伊是摕伊的性命来攻击咱。咱即马其实就无即款教育，咱若想要食鸡吧，咱去。超市买出来，你有当时连一只鸡生做啥物形，你已经感受袂到。对，你若要食猪肉，你去菜市啊买一块猪肉，转来煮要你咖喱，还是要红烧？咱根本就毋知影，咱食的物件是安怎来。阮希望伫山顶要教囡仔即款，咱会当生活，会当活落去，是因为咱提取。这提取包括性命的提取，咱要安怎对待即块咱所提取的性命？这是阮想要伫山内底课来教囡仔。其实原住民一直拢是安尼，因若去山顶嘛是拢真侪前进，真侪你才会当摕到迄山要互你的礼物。这是冬天山的课程，伫春天的时阵，以阿美族来讲，就是采集。我就是去四季找迄个四季野稻的迄个菜，搁种做。较早有种做小米啊，还是种做一寡迄汉做的食物。毋过阮即摆种做是去教囡仔种做迄个啥物豆啊，啥物菜啊，有诶。这是春天。
啊，阮遐阁有，阮遐一边就是海嘛。热天阮就是去海边啊教囡仔海上诶代志，这是阮遐课程上大诶特色。四季拢有无共款诶主题，无共款诶，爱去体验、爱去理解诶一寡议题安尼。对，阮认为，不管是较早还是即嘛，囡仔诶学习拢爱亲身去到现场去体验。你才会知影你讲诶是啥物代志。毋是一本书甲你讲，即嘛山顶是安尼款，毋是安尼。所以透过安尼一年搁一遍一遍，互囡仔去体验即款河海田山即款的地形。这甲环境之间的关系迄是足深的嘛。是啊是啊是啊，阮拢真，逐个拢真享受，不只是囡仔，包括甲囡仔斗阵的大人，拢感觉伫即款课程内底感觉收获很大啦。有真侪收获的感觉就对了。对。我知影听讲恁有一个透早起来还有一个代志，叫做华语叫做成圈，是毋是？因为咱台语无特别有即个行为啦，所以无特别用词。那我家己讲，我还是会讲围箍啊，还是啥无一定，就是大家围做伙嘛，围一个箍啊安尼。即个行为是要创啥？大家爱做啥物代志无？这嘛是乌豆腐教育的一个特色啦。是哦，这是来自即个人智学的一个做法。对，因伫学习的系统内底，一开始就透早就是为一箍人安尼，逐个就是即个为一箍人，就敢若部落，不管伫跳舞还是开会，其实是拢为一个箍啊安尼。你就感觉为一箍人吼，是咱会当看着现场每一个人，对，咱会当目睭看着每一个人的灵魂，目睭看着安尼，咱就用即款方式，透过透早安尼一个箍人，就伫即箍人内底，咱会当去，若是山内底的课程，咱甲一寡山内底关系，咱要教的物件，就伫遮变做歌，还是变做一寡诗词，还是念谣，来甲囡仔斗阵做即个。大概就是为做伙可能会有人带做伙大部分带拢是念安尼。大部分带拢是大人，阮来准备。恁事先会先教，咱今日要念的物件，先准备好。是啊，毋是即念的物件，可能爱连续煞差不多3-4礼拜。就是讲，我一学期若有10礼拜，我关系山的知识，我安排4礼拜。这4礼拜，咱就伫这透早围箍人的时阵，拢爱安排好。都已经拢，这嘛拢算你课程的一部分了。对，你即马所看这7本册啊，嘛是透早围箍人的时阵，幼儿园所教。对啊，恁教材因为你都毋是敢若课本尔嘛，你必须爱有足侪无共款的物件。我知影像即个咱讲即个乌豆腐内底真侪无共款的制作家己的教材，还是制作生活一寡工具啦，一寡家私，还是生活耍的佚佗物仔的方式，拢甲咱一般讲的无啥共款，的做法拢无共。恁家己要安怎准备这个教材啦、教案啦，要安怎准备这物件？这实在讲实在爱开真侪时间去研究啊。譬如讲，以幼稚园来讲，因为头仔开始，敢若我带我3个囡仔，我3个囡仔是申请自学，是。所以因捌接触着乌豆腐的幼教的方式，所以拄我开始，我的3个囡仔甲我斗阵，我因为迄阵阿美话我感觉爱正确，所以我搁邀请一个部落会晓种的阿美族的老师，母语的老师来甲我一礼拜甲我2遍的合作。其实这所有的教材拢是我开发出来，大部分啊。所以你爱安怎开发一个教材？是先有一个目标，讲我即届希望伊会晓啥物，才来做，还是？阮真
我讲真幸运啦，阮是对幼稚园开始嘛。幼稚园就是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你4个季节伫1个甲2个要用啥物？拄开始我是用乌豆腐，我别个学校迄款教材甲翻译，变做阿美话。拄开始我是安尼。差不多1、2年了，我感觉讲无够用啊。毋是无够用，我感觉爱搁较本土。毋是干那翻译。所以我感觉，逐个若对家己母语的教育有兴趣，其实你会使先用翻译的方式。慢慢你就感觉讲，我家己需要安怎搁加入我即个所在需要物件。模仿了，搁增加入去你家己的物件。因为我认为必须爱开始，爱开始行动，袂当一直囥咧头壳一直想尔。行动了后，你就知影讲我需要啥物。我的过程是安尼啦，毋是讲我先写一寡有诶无诶物件。你计划写到好写2档嘛，还没开始。我写我计划讲我有我国小爱6年，我爱写6年。我感觉袂赴啦，你若要安尼做，你根本就袂赴。所以我就感觉讲，因为我三个囡仔家己互因申请自学。即马幼稚园开始我真幸运啦！咱幼稚园开始，幼稚园就是即款春夏秋冬四季物件开始国小的部分就是开始爱找个老师。找老师来，因为阮是一年是4个学期。中啊休困的时阵，就拢一直开会。逐礼拜嘛是拢爱开课程的迄个发展会，阮逐礼拜拢爱检讨，所以就是哪做哪学哪改哪写，这就是阮的方向。哪做嘛哪伫调整就对啊。对。慢慢来发展出适合恁家己的方式。对。哇，这嘛是讲实在真无简单。8年啊，我感觉，所以8年有即款已经真济物件，我感觉会使，这是阮会当互台湾的礼物，会使提出一个成果来，做成做一个礼物来送互大家。对，这是阮会当互台湾的礼物。这个礼物就是咱即届主要要讲的物件，叫做阿弟娃娃，是毋是安尼念？对，阿弟就是过来，来的意思就是囡仔来啦，迄个感觉安尼这叫做用台语来念，叫做伫春天的歌谣内底布意。发芽萌芽用布意这是一个绘本对无？故事绘本的一个计划，内底是有故事有图画安尼，嘛有声嘛对无？对，主要就是阮遐幼稚园春天所透早为可能所唱所念的物件。所以就像你怎讲，因为做8档了，感觉讲开始累积一寡物件，应该这个成果爱提出来，分享互规个台湾啦，会使安尼讲因为这8年来这8档来我一直将所有的力量拢伫写这物件，甲带老师。其实一直无时间去甲大家讲阮做啥物代志。拄好实现会社，伊差不多旧年2月时阵来找阮。因为阮长期以来拢是用募款的，只会当靠募款来维持阮。是。嘛到钱敢若用无够我感觉需要互大家知。所以其实我无能力去做即款行销，还是即款募款的代志。我感觉组人的安排，组生的安排，就是安排讲即满我需要啥物，就来，就啥物款的人，就来甲我斗3工。所以我感觉，阮嘛即几年来一直想要办，所谓的毋是发表会，是迄个教师成长迄款
研习会啦。这几年来就一直拢伫讨论讲，应该要有教师研习营，是教师的演习这款课，互大家知影讲，你若要伫家己的所在要进行你家己母语的教育，会使开始。所以这嘛算讲是一个，这个计划算讲是一个开始尔，对无？后壁你可能还佫有真侪要做的代志。应该爱开始。对，算讲是头一步啦。对。所以伊大概啊，这绘本的内容有啥物物件？除了当然有讲咱是发展自这个早起咱的胃口啊，时阵的歌谣念谣吼。那会使大概介绍，比如讲你总共有7本嘛？这7本到底是啥物差别啊？一概是全部拢7本都足啊，是讲有够有安那分无？有无共款的方案啊？当然，阮春天不只是这7个物件，这是阮对阮春天的教材内底所精选出来的，对啊，所拣出来的啊。有诶就是透早来阮讲因啊，讲阮伫阮工学园内底无老师即款词。阮是讲因啊，就是母亲的意思。因啊就会。这是咪足侪族拢会叫因啊？对。就用因啊，就唱迄落靠囡仔来的歌，就是阿弟娃娃。囡仔过来，囡仔过来，一个、2个、3个囡仔，4个、5个、6个囡仔，就是安尼唱。一个、2个、3个囡仔，4个、5个、6个囡仔，就是我头拄已经甲我阿美话翻做台语安尼唱出来。我这7本的故事册拢是安尼真简单的，有的就是靠囡仔过来，有的就是伫草仔埔耍米笑找的，有的就是阮遐庄仔头古早时阵迄因伫靠迄落，阮讲盐面啦，就是田烟，因伫掠田烟迄款囡仔歌，有的就是日头出来啊，咱毋通变单，毋通住面床的烂，爱起来工课，迄款歌就是精选这7首，阮感觉会使互大家了解讲，会使安尼的方式来开始你甲囡仔之间的母语。这七首除了精选了伊内底的，我感觉迄母语，我感觉是有水的所在。譬如讲东西南北，是伊就是讲方向嘛。是。对，若是讲阿美话，伊南方或者沙发拉，北方或者里弗斯是无共款。是。毋过咱若用台语也是啥物语来讲，就是南方甲北方尔。结果阮咧讲，对南边吹来是沙发拉，对北边吹来风是里弗斯。你若讲做台语，就袂当安尼讲啊。对南边吹来或者南风，这毋是废话。所以是，因为阮这卖这册的时阵，佫有甲翻做迄落台语啊、客语啊即款啊。是。所以阮就甲改做讲，对热天吹南风，寒天吹北风。所以你针对无共语言的版本，其实嘛拢有搁修改你的唱谣的这个歌词的内容，因为无共语言有无共特色讲话的方式。对，就是这语言包，阮搁研究讲爱安怎讲，较适合本来即个语言讲的迄个方式。阮想讲寒天吹北风，寒天透北风，热天吹南风，因为吹甲透无共诶。是。吹是温温啊吹，透是敢若足大诶风。透过安尼诶故事册，搁安尼语言包，我感觉囡仔就是听就会当感觉讲无共款，这语言诶水就是水伫遮。你这个语言包，这个你总共几种语言？10种。10种，有台语、客语、阿美话、布农、排湾、卑南、泰雅、太鲁阁、噶玛兰，我记得啥物？
总共10种，总共10种，佮有日语甲英语。安尼变12种。日语甲英语是因为讲，无得卡有一寡外国的人，因有兴趣。确实有日本人，因有兴趣。尤其日本人确实。嘿，有兴趣，所以阮嘛问对方，伊就讲好，伊会使甲讲做日语。阮感觉讲，安尼即款真水的册，佮配合这真水的语言，这就是2023年台湾真水的礼物。7条歌伊变成7本册、7本绘本，对无？对。每一个拢有10种语言，对，是咁安尼嘛？吼。12种，12种语言，含外语来讲12种语言，包含10种本土语言，2种国外的语言，对12种语言伫咧内底。那伊当然有真济无共款的方案，对无？对啊。就比如讲是伊是几种语言是一个方案，还是讲你就是变哪因为有的人可能听10种，伊感觉会忝，所以阮有分4种甲10种安尼。主要迄4种的，就是台语、客语、甲阿美话、甲噶玛兰，即4种甲分做一个。你当台语、客语主要是目前的本土语言族群较大一撮的吼，过来你的主要当然就是阿美族语嘛。那第4种即个噶玛兰话是噶玛兰，因为甲阿美族关系足好。嘿，对，伊伫阮方边真近啦。阮感觉阮着选新社部落迄边嘛。较南边遐中原，伊遐嘛真侪噶玛兰人，所以阮着感觉伊甲阿美族的，甲阮遐阿美族关系较亲。有先可以的。无错。所以有这4款吼，所以我感觉那因为我家己本身宜兰人啦，那当然宜兰人对宜兰过去的平埔族就是噶玛兰人的感觉佫无共款吼，所以那即个咱。听有宜兰人，或者是你对这几族语言有兴趣，讲我一届伤济，我惊我家己头壳会乱去吼，无紧，至少你有一个4种语言的版本吼，你会使感受到噶玛兰人的即个语言吼，阿美族人的语言嘛有你当讲台语甲客语嘛，客语是4管腔吼，4N强吼，我也无记唔对，应该是安点啦吼，所以有真济款无共款的语言，而且我听起来是伊毋是直接甲原本的物件做翻译，是。每一个语言嘛，必须要根据伊的即个家己的语言的特性、语言的讲法、伊的文化，因为语言其实后壁是文化的物件，根据伊的文化去做重新的调整。所以当你像你举例讲，即个台语的部分吼，讲北方、南方，你若咧念无意义嘛，所以你安怎去做调整？动词都无共款，即个动词的意义都无共款，伊展现出来，互人感觉透风甲风吹过来是无共款的意思。所以你就爱去想这物件。那像这客语其他语言的版本要创，要找谁来处理？就是找因为阮客语，阮的理事长就是客家人啊。陈冠宇，你熟悉无？我是毋捌。较早好客乐团迄个啊。所以伊是本身客语都无问题嘛，伊来处理客语，其他语言要创。就是。拢会找着人啊！阮讲是组连的自然都会甲你想办法，一定有迄落啊！自然都会有人来甲你处理啊，对啊。大部分拢已经找着人啊。像迄落排湾语，阮就是找共款有伫做自学的家庭，因伫大社遐，大社遐，遐是平东吼。我嘛毋知是算屏东还是算哪？因遐因嘛是伫山顶做自学真久。迄寡囡仔嘛真敖讲排湾语。我感觉，因为阮是伫阮遐读书的迄个国小的，因嘛是拢爱申请自学。大社遐的囡仔嘛是拢申请自学，我感觉会使安尼结合，互大家熟悉。嘛对种有合作的机会。你若教育选择无共款，你就会无共款，食无共款的菜，你可能会无共款的结果啦。是，所以凡说连讲到换因要出啥物物件，换因过来找你，大家互相斗相共安尼，无讲大家熟悉因啊，我感觉嘛会使互大家熟悉因。安尼，咱顶半段想要留一个时间，甲大家阿美族语的一个拍招呼挨拶，也是甲大家小借问的一个有即款的讲法无？那就是讲你好是牙爱好。牙爱好是安尼念哈？对。
牙哀好，这是你好的意思。对。啊，还有无较长一丝丝啊无？敢若三音我小可还佫会使，所以安尼都无调整啊。譬如讲你要啥物款诶？比如讲台语定来讲食饱未？会安尼讲无？咱讲莫当做小酒问，就是单纯你真正问你讲你食饱未安尼？袂呢，嘛袂讲食饱未？讲食饱未？因袂讲食饱未？因袂问讲食饱未，大部分拢是若关心对方的时阵会讲啥？除了讲你好以外，会讲啥无？其实牙哀好嘛是伊翻做讲你好，我感觉伊就是一种小酒问对，无一定是单纯啥物意思，可能范围足宽的意思，是毋是？对啊，我感觉伊若拄着迄时大人拢是讲牙哀好，阿嬷牙哀好。甲无共阶级无共款的人嘛，拢会使用即句。会讲，比如讲你若甲中老讲话凡说爱无共无，也是拢会使。对囡仔嘛会使安尼讲，对大人嘛拢会使安尼讲。少对囡仔拍招好讲啊，大部分拢是对人客啊，对迄寡长辈啊。小可一丝礼貌的感觉，较礼貌一丝的感觉也是。我感觉足少讲你食饱未，敢若足少安尼问的。这是台语的讲法。你若是来拄好伫食饭，伊就直接你问伊讲要食无安尼。所以敢若足少讲食饱。安尼算讲简单的，就是大家较好学啦。你搁讲一解好无？牙哀好，牙哀好，有一个带鼻音对无？拄开头一个鼻音嘛，牙哀好。对。来，大家使学一个，或者家己练习一个。若以后去花莲台东嘛，主要是只要是拄着阿美族的所在，就甲因拍一招呼，甲因爱杀一个，甲因小酒问一下，就会使用一句话。对。好，来，咱先歇困一下，后头面继续转来。我是哪教，我是达摩拉母语共学园的园长。你收听的是阿德来开讲的台语单元，台语话故事，请大家来支持阮7本故事册的出版，做伙做听故事、讲母语、耍文化、捌台湾。那安尼，咱就继续听落去。好，咱就继续转来。我大概拢安尼吼，中场歇困，还歇困哦。既然讲歇困哦，歇困还歇困哦，嘛是一直讲咧。是啊，只是中场的有当时我都无一定全部拢加入去啦。吼，大概有当时咱私底下罔开讲安尼，所以赶快来继续咱的开讲，嘛是开讲啦。因为你当其实有一个协会嘛，这个中学校慢慢变成一个叫做台湾达摩拉克文教协会，你这个所在经过这个处理，就是要用写达摩拉克嘛，伊这个网站顶端其实有写一句话，我感觉真互我特别注意到的，就是说，伊写讲文化毋是传承，是教育。伊顶我你会记得无？我会记得。我想讲你敢若小可毋知会记得无？顶端还佫写一句讲，咱想的毋是讲阿美族文化要安怎伫遮个囡仔身上来传承落去，是互阿美族文化要安怎互遮个囡仔佫较自由、佫较自信。对，你会使我毋知这是即几句话是毋是当初是你的想法来甲转成遮个字的？是啊。会使大概来讲一下即个你当初是写这几句话的想法无？因为我这几句话真特殊。因为你无个教，你是要安怎传啊？我感觉是安尼上基本的问题，就是讲你无对教育做起，你是安怎传？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感觉讲，
毋通甲一寡责任甲压力放在下一代的身上，就变做讲，你若无传落去，你若无传落去，我感觉安尼是毋对的。其实所有的文化甲所有的物件，拢会转变，就是敢咱头仔你讲的安尼。咱会当真欢喜、真接受即款的转变，毋过咱毋通互伊无去。是。所以我感觉毋通互伊无去，上主要就是平常时爱教育、爱讲，爱去甲用。所以我感觉毋通一直甲迄款所有的啥物延续啊、延续啊，即款责任重大，即款放在大人还是囡仔身上，咱应该爱真欢喜去做每一项代志。欢喜去做，你就感觉讲哇，原来即项代志是遮尔趣味，原来讲台语、讲阿美话、讲布农语是真趣味的代志，会使人有自信的感觉。对，我家己，我若是布农的人，我会当用布农的话去讲我家己即个部落的代志，讲家己的，我感觉这是一种真水的光啦。就是咱头仔你讲的，毋是乌白尔，就是各种的色彩拢伫台湾即个土地来发光。所以我感觉伊是教育。就敢若讲有当时咱若看到一寡人伊伫唱，比如讲我看台语的专辑吼，一寡歌手慢慢有愈来愈侪无共款的作品出来吼，甲咱过去想的无共款。其实嘛，定会讲感觉讲哦，台语毋是敢若过去迄落型吼，所以伊会嘛，互咱愈来愈有自信，讲我伫讲台语是爱有一款自信，因为伊即个语言会使真水吼，会使做出真侪无共款吼，互人感觉讲哇，那遮厉害的作品吼，那咱自然就对即个物件有自信。文化是互摕来互你建立你家己的自信，互你会使自由使用的。是啊，就是敢若头仔咱伫讲的，我就感觉部落的囡仔其实失去自信已经真久啊。是。系啊，所以若无当自信，伊要安怎肯定伊家己？所以即款语言就是自信的开始，我感觉。我嘛相信讲。有自信，互你对家己的文化有自信，你才真正有法度好互即个文化继续落去吼。莫讲一定爱传承，应该讲伫你身上至少会使展现出来。我讲我是阿美族人，我是讲台语的人吼，我是客人，我是啥物人，我会使讲遮个话。你比如讲，我讲我是客人，但是我袂晓讲客话。我嘛感觉就怪吼，听起来就怪。你要就有自信讲我是客人嘛，讲袂出嘴，讲实在吼。那同样，比如讲我今日是一个台阳吼，泰雅族人吼，台阳族人讲，但是我袂晓讲我家己的话，嘛是小可怪吼。所以开始有小可怪。所以我讲，即个语言本身代表是讲我。有留即个文化伫我家己的体内，我家己是有带有即个文化，我才有法度讲我是啥物人，毋是敢若我的血缘是啥物尔。就像讲你当20几冬伫咧阿美族的环境生活吼，你嘛是用阿美族的族语伫咧教囡仔吼，甲逐个互动讲话，甚至开一个即个中学堂。所以你其实要讲你是阿美族人嘛，我相信嘛，其他人嘛袂讲你毋对，因为这就是所有即个文化就伫你身上。我讲这才是有当时文化这个物件，绝对毋是敢若我是啥物族群的人，毋是敢若讲我的血缘是啥物，毋是安尼尔，是我使用的语言，我用这个语言继承落来的这个文化的根底伫倒位。我毋知影你捌想过讲，这个语言是安怎开始的无？你捌详细想过这个问题？你讲开始的意思是？就是讲，我会讲出好，譬如讲我。国语汉文是讲我，台语是讲我，我即个音是安怎开始的？以阿美话来讲，家具，哈，即款音是安怎开始的？所以日本人会讲音语言有语言零，我毋知你捌听过？言零就对啊，言零对。你若捌详细想看讲，即个音到底是安怎开始的？你会感觉？足趣味的，咱若去讲即个音，是毋是去连接着头一个发出即个音的人？
你毋知你会安尼想袂啦？这是真特别的一个想法，我确实是无想过这件代志。我捌安尼想啊，为什么人会发出这个音？我、汝、家具、技术，为什么这个音是安怎开始的？所以我有当时会伫想讲，我若发出这个音，到底是念着啥物？有当时我会安尼想，所以我感觉讲，这是一个足深的问题，就是说，就是讲，我若继续用这个语言，用这个，是毋是会念着一寡咱看袂到的迄款言灵啊？我感觉啊，即款我感觉是有当时会感觉讲，我用即款的语言，可能就是念着某一个祖先，迄款感觉。所以你即个祖灵都替你甲需要的拢带出来。我感觉迄念着迄祖先的感觉，就是讲，我会小可会当了解帕普阿光朱尼哈，伊为虾米会讲出即款音？有当时吼，我若住喺海边啊，我会去体会。譬如讲，伊伫唱歌，哦咿呀哦哎呀。我咧唱即个歌的时阵，我伫念的是啥物？敢若我唱即个歌，我就咧想讲，头一个唱出即条歌的人是啥？所以我感觉这语言有当时会互你感觉，规身躯有当时感觉起鸡母皮，我感觉，就感觉讲，起鸡母皮就感觉讲，对。其实我可能伫即个地球已经真久啊。你若讲，比如讲，伊有法人类或者是人有法度发出声以外，会使讲话语言存在即件代志，其实嘛是经过遮侪年，对无？所以即个物件一直安尼一路传到呾，其实咱有法度讲话嘛是等于讲。你讲话即件代志本身就是穿越时空的即个过程啊啦。是啊，就是讲有一天即个语言若无啊，可能即个言灵会死去。是。我感觉消息，就敢某一种物种会无去。哦，我安尼讲伫遮，我毋知所以咱你有啥物感觉？咱伫讲话的时阵，其实讲某一款语言，即个语言的言灵，就敢若受着强用共款，对。对，我感觉是。愈侪人用，就敢若庙的香火愈旺。对，就是即个意思。我咱若是讲，若一间庙完全无香火，无人拜庙去啊，是毋是？即间庙就无啊，神明嘛。其实神明嘛是会受到即个放杀的所以都无去啊。咱若无讲帕普阿光开始讲即个话的人，是毋是会足伤心的？对毋对？对啊，你讲的迄个啥物背啥物？哺乳，对啊，伫开讲先讲的哺乳即个词。系啊，有一天即个词无用着，就是即个灵已经死啊，正式的哦。伊可能转变啦，转变就别款。啊，若咱完全无讲，就是即个规个拢无去。系啊。你详细想会感觉足可笑。比如讲你本身你是原本是台北人嘛你用的是东华腔，那东华上有名，比如讲东华腔上有名的所在就即个下海城隍庙即个所在反正伊搭主要反正拜是大家上有名是毋是拜城隍是拜月老嘛大家人给他求一面。那假使讲有一天遮个神明，当然伊反正有当时是伊的即个城隍爷，反正过去较早是城隍爷上有名过来，反正因为这几当大家注重感情，注重求一面月老穿起来伊嘛会演变嘛，共款即间庙内底，但是伊一寡信仰嘛有做一寡改变，但是若完全无人拜啊，规个庙拢无去啊，其实是另外一回事对。真趣味一个比喻啦。是。都提供即个，你提供即个灵感我会使互咱听友小家己去想一个，去设想一个比如讲你伫讲，比如讲因毕竟我频道是台语嘛，比如讲台语几百，咱莫讲久啦，就是几百当来这台语过去即个土地拄开始一步一步甲搭伊的语言的演变，你当讲的这话，你搭的即个所在过去，你会使去想讲几百年前的人。搭伫即个土地的生活方式，当然佮搭无共款，但是伊甲一寡物件留落来，所以都所有的本土语言拢是共款。我认为是安尼。我感觉这是真好耍的所在啦，我感觉但是当然，就像咱刚才伫讲的，即个危机嘛是一直一哩
所以本土所有的本土语言拢共款，就算讲是台语嘛是共款，拢有一个共款的问题，就是愈来愈消失。这嘛是当初是啥啊？你要做即个公学校的一个正重要的原因嘛。是。你安怎去看待台湾所有的这本土语言的未来？你感觉讲伊续落来的发展是真正大部分的消失去，还是讲其实有啥物款的机会、啥物款的发展的可能性？其实我无啥要去想即个问题啦。我感觉人生在世啊，就是你感觉你做即项代志，你感觉有意义，你就是去做。若是详细去想即个问题，你会感觉世界文化、世界语言，会看到就是愈来愈统一。我讲免去想即个问题的原因，就是讲我即满若感觉我讲阿美话、讲台湾话、拢讲台语，我感觉我真爽快，真爽快，痛落对，我感觉若是讲迄个字咧调，我若感觉安尼是一件家己感觉真快乐的代志。我今日去做这阿美话讲学园，若是详细去想讲这敢若黄昏呐，黄昏的语言呐，我做嘛无效，总有一天会消失啊！啥物？我感觉安尼会心情做会互家己想过黄昏。所以我感觉不管做倒一项代志，你就是感觉讲我快乐做。确实，因为咱安尼一路开讲过来吼，包含着规个即个气氛，你互我的感觉就是所有做的代志爱快乐，爱好耍。你爱感觉讲，你家己若无感觉好耍，就无法度互别人感觉好耍嘛。对，我家己去唱这歌，去写这歌词的时阵，我感觉自在独洒独入，18里马恩嫩。我感觉去安尼带囡仔唱甲念的时阵，我感觉真趣味。你摇你家己伫写这个词的时阵，无伫较家己嘛伫遐扭一下，对，哪跳哪摇一下。对，我就是讲你讲，囡仔安怎考来？一个、两个、三个、4个、5个、6个，囡仔来会考，咱来唱，甲母亲讲你好。我就是感觉，当咱是安尼的心情伫写这个时阵，我就感觉真快乐啊！即嘛春天到啊，咱来草仔保庇小吹来看百合花开啊！蝴蝶飞到天顶啊！你伫草仔保庇，我就感觉甲即款感觉，去互甲囡仔算甲是一种真快乐的代志，就是做即项代志爱快乐。其实你的回答讲实在，我袂感觉就意外是。我大部分的来宾，我拢会问即个问题。当然会小可改变啦，但主要就是问讲，你对台语的环境，当然我大部分来宾是讲台语嘛吼。台语的环境未来发展，你会较乐观还是较悲观吼？但是有的人会可能会认为讲未来发展，伊感觉讲嘛是有发展的机会，伊会较乐观。有的人感觉讲未来伊对囡仔无啥会晓，已经差不多拢特别袂晓讲即个情形来看，伊会较悲观嘛拢有。嘛确实有的人会认为讲。悲观乐观拢无重要，做就对啊。所以因为像你拄仔一开始讲的，其实免想较济计划，就是先做了，你才知影讲欠啥，甲去调整，哪做哪改哪进步。所以尤其你佫想要像你拄仔讲的，你会哪创作啦，我就是当下我一定人爱先感觉快乐，我爱真痛乐，我伫做这物件，我讲那真趣味，真好耍，这才是重点。所以这个你的回答讲实在，我会使完全会使想会到，就是这个气氛，这个感受，那种就快乐的感觉。我若一直带着讲这安尼就沉重的所以我是毋是爱用啥物款的感觉，互逐个安尼？我感觉会，逐个嘛快乐袂起来，会快乐袂起来所以就感觉讲即个真水的语言爱用啥物方法，互逐个囡仔会当唱出来。祝你哈比较烂我就用即款的心情。每一遍我创作的时阵，就是想讲囡仔安怎跳，囡仔安怎唱，会安怎念，精彩把路马都拉长，就是干那就简单的精彩，甲头用互送，甲头用互边，一个空甲水弄个边，甲压一个水，
我感觉所有的遮个家长啦，就是老爸老母拢，其实你若对你的囡仔希望讲伊会使传承一寡母语吼，你家己毋管你是啥物语言，拢会使去学习即款的感受甲精神，就是我无一定完全拢是爱别人来教，除了学校教，比如讲一礼拜反正1点钟，毋知有1点钟无？一个40分钟，不是40分钟的本土语言的课程，我一遍的后尾就超过迄个长度啊嘛吼。就伫厝以外，其实就像你讲的共款，凡说你伫厝会使开始想讲，咱若拜六礼拜。迄困的时阵，做伙要做一个啥物代志，我有可能是先想看卖讲，我到时我会使教我的囡仔讲一句啥物话，唱一个啥物简单的，像你讲的即款的歌谣，毋管你是用啥物语言吼，你家己的语言简单的词放伫内底想敢若唱歌，逐个咧做伙甲囡仔互动，我讲这是未来对囡仔是真重要、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地，或者是真正。培养伊真正留下即个语言的种的即个根基伫咧。我讲即个做法真好，而且你伫创作时本身，我相信你嘛会足快乐，就是想讲我到时甲教安那吼，当然无一定无伫讲伊迄工搁伫遐翘起搁伫做，但至少你做时你就会足欢喜啊。以我家己的本身的迄落过去的经验，我家己有囡仔了，我摕故事册来。我就是念阿美话互伊，伊内底写的是中文嘛，是汉文，我就是用，因为故事册有诶拢足简单诶，对，阮即7本嘛足简单诶，你就是拍开，你就是会使精彩，甲图用送，就是遮尔简单。其实你开始讲袂足困难诶，对啊，其实就是开始，重要就是爱开始，囡仔听，哇！就是敢咱头仔讲科学来讲，嘛会使刺激伊的头脑啊，是，伊的神经啥，你免想遐济啊，你嘛会使用英语讲啊，嘛会使用日语讲的啊。愈来愈侪这种语言对伊是上大的好处啦。当然，我感觉无啥需要烦恼，讲我因为伤侪种语言错乱，你去烦恼伊错乱要创啥？哪有可能啦？有的教授啊，他们因会晓10几种语言。对啊，所以我感觉这是上无需要烦恼的问题。毋过你做一个即个阿美族语的使用者啦，吼，你当然你当长期伫用，当然你嘛讲台语，但是咱定定讲台语，最近有一个新闻，我毋知你有注意到无吼，就是客家委员会吼，有甲一个因做一个活动啦，甲即个语坛人就是语坛人吼，就是邀请真侪人来做一个讲座来讲话啦吼，伊有写一寡稿安尼，即个稿咧伊交互即个客委会的时阵，伊是写台语吼，这2个字，但是后来咧互改成闽南语。当然这问题就大，因为你无照着原本写稿的人的意思，你是邀请人写稿来，但是你家己大主大去甲改嘛，那就造成真侪遮个冲突。那谁来发生这代志？当然就是因为有一寡客家族群吼，伊会认为讲咱拢是台湾人。对无吼那咱讲的话拢是台语啊，拢是台湾话啊，是安那你会使独占台语即个词。当然除了客家以外，比如讲阿美族嘛是台湾人啊。咱目前我相信所有的原住民族，凡说原本是以族群部落的意识是较强，但是目前现代社会来讲，大家拢有台湾的意识伫里嘛。那像即款意识之下，你共款你面对，譬如讲你是2边拢使用，你同时你2款身份拢有你家己去看待即个台语即个词用着台湾的即个语言资料的即个咱讲话语权啦吼，即个物件对其他毋是纯粹用台语的人来讲，你家己的看法是啥物？就是讲我家己吼，我即摆讲一下，因为我感觉即个问题有一小仔政治性。是，因为我总是来补一寡较硬斗的，佮客语会有关系嘛？客语会，当然因有会识咧啊，这代志已经解决啦。我感觉长期以来，就是中国遐的人来，因为我的祖先来台湾应该超过200年，是。所以你要讲我讲的是闽南语，较实讲，我实在是无法度讲我讲的是闽南语啦。是。所以，因为伊来遮已经超过200-300年，这是一个事实。是。伊大部分的人拢用安尼的话伫讲，嘛是一个事实。是。所以我感觉讲
我讲的即款话讲台语，我认为是台语，我无感觉是闽南语。是，就是敢若英国人，英国人嘛有威尔斯语啊，嘛有苏格兰语啊，啊，因规个国家伊嘛讲伊是英语啊，啊，你讲英语啊，到底威尔斯语是毋是英语？我感觉，先放掉即款政治性的问题，咱来遮。对中国来遮，200-300年用即款的语言，伊伫遮大部分的人拢认为伊讲的遮，伊来台湾住遮尔久，伊讲伊遮用的就是或者台语。我会认为，我个人会认为是用台语来称我讲的话，我感觉较适合。啊，毋是讲我用台语，就无代表客语甲原住民语毋是台湾的语言。我感觉毋是安尼诶概念，是，对。啊，客语甲原住民语，因为即个台语讲诶毋是台湾即个国家诶国语，对，毋是即个意思，只是讲真大部分诶台湾人用即款诶语言，我感觉我诶理解是安尼。所以，心肝头放较快，应该是安尼讲。心肝头放较快，就是讲英语讲的嘛，毋是讲英国迄个国家的国语，就是安尼。英语嘛是有威尔斯语啊，嘛是有苏格兰语啊，安尼意思啊。所以伊嘛袂讲，我嘛是英国人啊，啥那你会使用即个迄句迄个话是英语啊，我都毋是英语安尼。对，我感觉就是莫有即款政治性的。差别，咱若台湾就是各种语言拢是真水啊！咱会当用各种语言来讲，伫即台湾即个土地，不管咱用客语、用台语，还是用啥物语，我感觉拢应该会眼界会搁较宽，会搁较包容每一种语言。你虽然是来宣传即个无主计划，我嘛是来安排一个较硬斗的节目。硬斗我嘛是爱想办法甲讲出来。是，要来节目内底总是爱接受一撮考验嘛。无啦，有当时嘛是拄好有即个新闻，有即个事件，伫咧因为是熟悉的人，就是当初是洪改字的即个作者是我本来就熟悉的人，所以我嘛真拄好趁即个机会嘛，希望讲，咱若跳出单纯的台语的人即个身份，比如讲啊，我可能我访问最大部分拢是说台语人那你当用台语人的身份来讲话，人嘛会感觉讲，无讲变啊，你用你家己人讲的对无但是因为我认为讲，拄好你有两款无共款的身份你来抽出来，但是你同时对这物件嘛有一定的关联所以来看即个现象，反正由你来看，是你来讲，会使有搁较无共款，是搁较开阔的无共款的想法。台语的解说就是台湾这片土地大部分拢是使用的人，我感觉我的解说是安尼啦。伊毋是讲台湾使用的语言啦，毋是即安尼解说。伊当嘛毋是啥物官方语言，无官方语言，所有本土语言嘛拢是官方语言啊嘛。当然嘛是安尼。我袂讲我的阿美话是台语啊，你知我意思无？对啊，你讲你怎要改名无台语互你？我要你讲嘛，就奇怪。我讲我的阿美话或者台语嘛，我嘛袂安尼讲啊。伊客语伊嘛要讲我的客语是台语啊。我感觉这已经是200-300年来已经是真惯势用讲即款语言，就是台湾遮有一真大部分的人使用的语言或者台语。我要举一个阮宜兰的例啦，就是宜兰有一个最有名的即个农产品，叫做三星葱。三星葱嘛，三星的葱最有名，还有做三星毋是三星三星三星葱。那三星人若讲我嘛是宜兰人啊，对无？你总袂使敢若宜兰市的再号做宜兰啊？敢讲你要甲三星葱改名做宜兰葱，我保证三星人甲你变面，对无？我绝对不爱。你三星葱的名甲改掉，还佫有迄个价值无？对无？我则不爱咧，大家一定嘛是安尼想啊。所以有当时即个字出来，比如讲宜兰市，所以咱号做宜兰嘛。规个宜兰县的人拢是宜兰人，但是宜兰市的人讲我住宜兰，无表示讲我住东山的人毋是宜兰人啊。是啊，所以意义无啥共款所以我感觉我家己的立场是安尼，有当时是
有像语言啊，或者是政治，对我来讲，我袂讲真闪撇去讲即个问题，只是讲要安怎互大家理解，毋是烧骂。我讲烧骂是无意义，烧骂混无话，讲实在烧拍混无力嘛。大家来讲，所以真正要讲的是咱是安怎，我至少我会表达讲。尤其我伫做台语的节目，我至少我会表达讲我的立场是我的想法是啥物，趁你的机会，就是互你来讲你的想法，我嘛会使回应我家己的想法。这部分我甲你可能会较晚，就是我嘛认为讲这是伊有伊个发展的历史，伊有伊的缘由，所以我认为讲这实在是无啥需要硬要共改成我家己都无法度接受的名，我感觉就奇怪的。对我来讲是安尼。是啊，你阿美族硬要共改名，那么奇怪，关你啥物代志？这个互你来宣传这个。阮即马出7本故事册，就7本故事册拢是关系春天的生活、春天的佚佗物都为了真水，是为家阮遐的为家所为的内底的语言我嘛感觉是写得真简单佮真水。即马即7本册当伫集资，真需要大家支持，用这真水的图、真水的语言，献互台湾一个2023年一个水的礼物，请大家来支持。若是台语的版本内底有阿美族语的版本，有客语的版本，有当讲柑仔兰话的版本，嘛有总共你若搁较完全的版本，甚至有12款，对无？是，这是语言包内底，若字主要是阿美族的话。趁机会搁会使学一个阿美族话因为阿美族是目前全台湾人数上济的原住民族，是毋是？是。所以这总是爱学一个啊，对无？是啊。遮济原住民族的朋友嘛，拢会晓讲台语啊，你免学一个对。我有想讲，我过来开始若头一个要学，应该是学，因为宜兰较济是台语，所以我都可能优先先学台语的话安尼对。有啦，有当时有教即个同事请教啦，同事会教一寡较简单的事，迄个话较长，伊的拜拜有够长诶，是哦，嘿，伊足长诶，我大概拢袂记哩，伊足长诶，所以我嘛搁认真伫学当中，所以优惠袂讲到优惠，对，我来讲一个就是你若是去即个网站，我会甲放伫说明诶所在所以大家拢会使去点若要查找是要安怎查找咧？若是讲我无透过即个点连结诶方式，伫咧 Google 顶悬我要拍啥？拍阿迪娃娃会使无？原住民教育拍啥较好找着？拍什么字？拍什么字？请咱这做伙来工作人员是嘿，什么字是上好找着的？有当时咱若临时想讲无一定方便当下我用，因为咱这部用听的，无一定手拍。可能拍来吧囡仔，来囡仔。大家小等下，春天春节，春季，春天，嘿，拢会使母语绘本，母语绘本，春季母语绘本，春季母语绘本，应该都会使看到伊开头应该是写阿迪娃娃嘛，对无？你就会看到这个标题，点入去，你若是因为真侪方案嘛，我看有真侪方案。你若是选这个1000块以上的这个方案会使这100块你只要伫咧这个code，就是你爱拍这个优惠的所在就是这个的所在啦就会使拍阿迪台语，阿迪就是 ATI 就是阿美族语是来的意思嘛来啦，迄个感觉台语我相信咱的听友拢会晓拍啦TAIGI 后壁佫加100，然后佮重复一解ATI TAIGI 100阿迪台语100就是这几个事，我赶快会写伫说明区啦互大家知影即个。那你只要选1000块以上的即个方案，都会使现这100块安尼。当然活动到正月底，新历正月底1月31号所以大家嘛爱把握时间，所以我会赶伫今日录音当暗都爱加了。有一寡无收到较清气的大家就见谅啦。因为等大家一寡喙暖音上，我会特别甲收掉。但是因为时间有限，那边个对宜兰可能就无法度完全收到较精济但是重点迄个心意无变所以希望大家会使来到支持来参考看卖安尼。那最后同款，我爱念我的这个
收尾的词来，唔知大家对这节目内容有什么款的想法呢？这节目内容听了，若是有介意或者是有什么款的指教甲建议，都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Mixbox、Firstory 留言给我。若是你收听的平台是 Apple Podcast、Spotify、Mixbox 嘛，希望你会使留下5粒星分数，给我一寡鼓励甲支持。Facebook、Instagram 找出亚特聊聊天嘛，使看到更较侪节目内容的补充。到大家拜拜咯，拜拜。来一个阿米斯的拜拜。米鲁盖多加古，咱遮长，我就讲你那，是不是我做的拜拜拢足长的？Mi pa itang to sa piah ning ra Far U ali pa